各位老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李居明。今日坐低同大家講一番掏心掏肺嘅說話，唔係故弄玄虛，唔係博眼球，係我研習風水命理幾十年，激昂九運天運60甲子干支氣場，對2026丙午赤馬年作出嘅真實拆解。好多人拆到標題，第一時間會覺得我講嘢太驚人，話死冚兩個字講得太重，但其實命理從來唔係嚟嚇人，係古人留低嘅一套居安思危嘅生存智慧。所謂冚唔代表一定大果臨頭，代表氣場劇烈轉換，舊有運勢規律全面失效。90%普通人唔識調整心態，唔識佈局，唔識避忌，就會跌入亂局，財業動盪，親人爭執，健康突變，嚴重者家宅不寧。唯有醒覺嘅人識得順天調候，修身守戒，先可以平安跨過呢度60年一遇嘅氣場分水嶺。首先我同大家釐清一個核心概念：2026丙午年係雙火搭家之年，天干丙為陽火，赤色之火地支午亦係火，對應生肖馬，所以民俗稱之為赤馬年。緊接下一年丁未紅陽，自古合稱赤馬紅陽。好多坊間人斷章取義，淨係識講赤馬紅陽係劫數，卻唔明白劫從何來。南宋丙丁歸降記載，歷史上多場重大動盪，多數應驗喺丙午丁未火氣極盛嘅年份。但我要講清楚，天運只係環境，禍福從來唔係上天寫死，係人嘅行為配合氣場，先會造成過患。同樣一個丙午年，有人破產離異，有人穩手突擊，逆流而上。分野就在於你識唔明白火旺之年最大嘅通病，燥氣橫行，水火相戰。而更加關鍵嘅一重背景，好多術數師唔願意深入講。我哋正身處下元九運嚟火運之中，2024年正式插入九運，2026年就係九運開局之後首個丙午純火流年。八運屬土，主地產實業積累財富；九運屬火，主科技網絡情緒眼光虛實交替。舊時賺錢嘅方法，八運嘅生存邏輯，去到2026年會陸續失效。好多老闆打工仔仲緊抱舊思維，以為按照從前一套繼續衝就可以維持局面，殊不知流年火氣衝撞，九運離火，火上加火，亢旺無際。過剛易折呢句古訓就係今年最大嘅預警。天干丙火係劫財星，對於絕大部分人，2026流年透出劫財。劫財代表爭奪、小人破財、情緒衝突、手足同親人之間利益不和。好多人以為劫財只係損錢，其實更深層次，劫財主口舌猜忌、內鬥。好多家庭平時相安無事，但踏入丙午年，世故就會引發大爭執，兄弟姊妹爭遺產，夫婦為金錢互相懷疑，長輩同晚輩價值觀碰撞，好多積壓多年嘅心結會喺火氣推動下一次性爆發。呢個就係我話唔識調整容易家破人亡嘅底層邏輯，唔係話一定生離死別，而係和睦嘅家運極易出現裂痕。一旦處理失當，親情決裂，幾十年嘅關係一朝瓦解。地支午火除咗加重火氣，更加帶來子午相沖。流年午歲之沖子水，水火大戰五行之中。水代表腎泌尿婦科，血液循環頭腦思維；火代表心臟血管、眼疾炎症、情緒躁鬱。水火相戰，直接反映在所有人嘅健康之上。好多老友覺得自己身體一向硬朗，冇大毛病就放縱作息，捱夜飲酒動紅發脾氣。我奉勸大家，2026年千祈唔好始壯，火太旺，精亢水氣，最容易出現突發性心血管問題、失眠抑鬱、高血壓反覆、水受沖內分泌失調、長期疲勞、暗病浮現。屋企有長者嘅家庭更加要提高警覺。流年氣場動盪，老人家身體氣血容易失衡，千祈唔好拖延檢查。立春之後務必安排一次全面體檢，細細查心臟血管、代謝相關項目。呢筆錢絕對唔可以慳。好多聽眾會問，大師，既然氣場咁兇，係咪代表所有人今年都冇運行？我一定要講清楚，
命理講旺極而泄，燥極而潤。丙午雙火太燥，化解之道唔係硬抗，而係調和五行火太旺，需要濕土，泄火金水潤局，火生土，土可以將過剩嘅火氣慢慢收納，金能夠生水，水可以制衡烈火。簡單講，今年所有人嘅大方向，切忌火上加油。你乜叫做火上加油？第一，投資上面盲目衝動，火主虛象。2026年各行各業好多繁榮都係虛火，網上充斥大量一夜暴富嘅資訊，短期高回報嘅項目，虛擬投資，不知名撞艷計劃，火氣令到人嘅作望放大，急於求成，見人賺錢就心動，隨便落重注，劫財當頭之年，凡是高回報短線暴富嘅邀約，9成9係陷阱。我見過無數案例，火旺流年，人失去理性，將積蓄物業抵押出去搏一鋪，最後血本無歸，連累全家生活陷入困境，財破咗，夫妻爭吵，子女讀書開支受影響，家運由穩轉衰，呢種悲劇年年都有，2026年只會更加密集。第二，情緒上面縱容怒火，火主脾氣衝動，今年好容易因為一啲微不足道嘅小事發大脾氣，同伴侶冷戰，同同事正面衝突，同親人撕破臉。大家要明白，發脾氣唔係性格問題，係流年燥氣影響人體氣血，但天運只係外因，點樣控制自己係你自己嘅選擇。好多人一時意氣講出絕情說話，事後後悔，但傷害已經造成。親情愛情一旦出現裂痕，修補需要極長時間。我建議大家養成一個習慣，感覺自己心火盛，想發火嘅時候暫停對話，飲一杯暖水，靜坐5分鐘，唔好即時作出決定，唔好講重話。凡事重大骨骼，唔好喺情緒激動嘅時候落實。丙午年衝動之下做出嘅決定，10個有9個會後悔。第三，生活習慣繼續生火，捱夜係最直接生火嘅行為。夜晚屬水，係身體修復補充水氣嘅時間。長期捱夜，水氣持續消耗，水火失衡會更加嚴重。另外，過量食辛辣燒烤，火落逼，長時間睇手機刷短視頻，電子螢幕都屬火，長期沉浸其中，心火只會越積越重。好多人日日機不離手，日夜不停接收各種負面資訊，焦慮感不斷加重，其實就係不斷吸收火煞。適當遠離電子產品，多接觸綠色植物，近水地方散步係最平價嘅改運方法。講完流年大氣場，我再拆解2026年4大犯太歲生肖，呢一班朋友係承受衝擊最直接嘅人群，更加要步步為營。首先係屬馬，丙午年屬馬朋友係值太歲，同時午自刑，雙重壓力。本命年好多人習慣買紅衫紅內褲，但我多年以來不斷提醒大家，丙午本身雙火鼎盛，再大量穿戴紅色，等同烈火添柴，五行更加失衡。屬馬朋友今年唔適合全身紅，應該揀藍色、黑色、銀白色等金水色係作調後。年初8記得攝太歲，心態上唔好急於轉工，撞要大額投資，守字為上。第二係屬鼠，子鼠同流年午馬，子午相沖，沖太歲代表動盪變遷。屬鼠朋友今年好大機會出現居住環境轉變，工作崗位調動，遠行奔波，千祈唔好主動惹是非，唔好同他人打官司，發生口角衝突。家中正北方位係子位，今年切忌亂動土，大裝修正北保持整潔，唔好堆放雜物，避免加重沖煞。健康方面重點關注枕泌尿關節問題，遠離危險活動，提防血光意外。第三係屬兔，卯午相破，破太歲代表暗中破損，無形消耗，好多損失唔係一筆大錢，係長期零碎開支，被人拖累，借錢出去收唔返。屬兔朋友今年緊守錢銀底線，唔好隨意做擔保人，唔好輕易借錢與親友。人際上提防身邊偽善小人，表面友善，暗中拖你後腿，感情容易出現誤會，多溝通，唔好自己胡思亂想。第四係屬牛，走午相害，害太歲，
害太歲主是非流言，背後中傷。屬牛朋友今年盡量低調，唔好過分炫耀成就，唔好整入辦公室鬥爭親戚之間嘅閒言閒語，容易因為無妄之言惹上麻煩。凡事少評論他人，明哲保身。屋企老人家健康要多加留意，定期問候，留意身體變化。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唔犯太歲就可以掉以輕心。流年氣場係覆蓋所有人，犯太歲只係風浪更大，唔犯太歲只代表先天阻力細一啲。如果自身心態行為唔守規矩，一樣會遭遇厄運。命理永遠有一句金句：善者吉星相互，惡者殺星相隨。天運係大環境，個人嘅德行選擇先係決定吉凶嘅關鍵。跟住我同大家講家居風水佈局，屋企係每個人嘅根，家宅風水失衡，人嘅運勢自然動搖，亦都係避免家破人亡最核心嘅一環。2026丙午年九飛星格局，大家首要留意正南方位。正南係流年五黃大煞方位，五黃係最忌嘅病符災煞，主意外重病是非破財。今年屋企正南千祈唔好進行裝修、鑽牆動土，唔好擺放電爐、暖爐、燈光長期開啟等火性物件，避免啟動五黃凶氣。正南位置保持安靜乾淨，可以擺放陶瓷製品，用濕土磁化凶煞，千祈唔好擺紅色飾品。其次係正北方位子午相沖，正北指水受流年午火強烈衝擊，正北代表家中男主人長子嘅運勢，亦代表財富。正北切忌漏水、水管爆裂，一旦長期積水，水火相戰，極易引發家人爭執、財富破損。呢個位置唔好堆積垃圾雜物，保持通爽，適合擺放銅製金屬擺件。金生水，千絲固水氣，平衡旺火。東方、東南方屬木，木可以生火，木係火嘅源頭。今年東南方位可以善用，但唔好過之趨旺，木能夠疏導過剩火氣。屋企東邊擺放生長茂盛嘅綠植，有助穩定家人情緒，減少衝突。但枯死嘅植物要即刻清理，枯木帶衰氣，加重是非。好多老友問我今年適唔適合買樓、賣樓搬屋，我作出明確指引。火旺虛火之年，樓市實物資產價格波動極大，如果剛性需要，一定要仔細揀，唔好衝高至入市。如果係投資炒賣，我強烈建議暫停大規模置業計劃。劫財流年好容易買到有隱患嘅物業，交易過程出現狗粉，搬屋入伙，盡量揀金水旺嘅日子，避開5日丙丁火日。入伙之前做好淨宅儀式，穩定家宅氣場。事業方面，我將行分類同大家講解五行屬火嘅行業：網絡直播、媒體、電子科技、美容飲食、燈光能源係九運主流行業，大方向有機會，但虛火太重，競爭極度慘烈，唔好盲目擴張，唔好隨意增聘人手，大額投入廣告，務求控制成本，保留現金流。五行屬水金嘅行業，物流、水產、五金、金融、冷凍珠寶係今年相對有利行業，可以穩步經營，但唔好貪心擴張。五行屬土嘅地產、建築行業承受調整壓力最大，務必保守經營，減少負債。打工一族更加要留意。丙午年職場小人運上升，千祈唔好同上司正面頂撞，唔好沾入公司派系鬥爭。有轉工念頭嘅朋友，千祈唔好裸辭，一定要穩妥穩好。下家先離職，火主變動，好多崗位會重組，隨時有調動，保持煙中低調，做好本份工作，唔好隨意評論公司政策，避免被小人揸住把柄。財運層面重中之重，遠離一切高風險投機，股票、虛擬貨幣、期貨、民間融資、熟人介紹嘅壯業項目劫財，年份最容易出現騙局。好多人睇到身邊人短期賺錢，心癮落場，最後高位接盤。我幾十年見無數案例，火旺劫財流年，貪圖高息，最終本金盡失。理財第一守則，保留充足現金，減少負債，盡量清還高息債務。
唔好再隨意借貸，千祈唔好為咗追逐利潤嚟抵押自住物業。一旦投資失利，全家安身之所受到威脅，家運直接崩塌。跟住講感情同家庭相處，呢個係防止家宅破裂最重要嘅一環。丙午燥氣當道，夫妻之間極易互相挑剔，小事放大，互相冷戰，好多積怨會爆發，長期隱藏嘅信任危機浮出水面。已婚人士今年切忌發展婚外曖昧，火主桃花虛象，爛桃花極多，一時衝動會摧毀多年婚姻。財名兩損伴侶之間學會包容，意見唔同唔好爭到面紅耳赤，退一步唔代表輸。親子關係同樣充滿挑戰，流年火氣影響青少年情緒，好多年輕人容易叛逆，情緒低落，厭倦讀書。做父母嘅唔好一味責罵，火氣對火氣只會激化矛盾，多聆聽仔女嘅想法，帶佢哋多去郊外、海邊等近水地方散心，調理情緒，千祈唔好動之講絕情說話。親子裂痕一旦形成，好難修復。屋企長者係全家運氣嘅根基。古語云：家中有一老，如有一寶。2026年一定要多關心長者身體，定期陪佢哋做檢查，留意血壓、心臟相關問題，多花時間陪伴，唔好淨係金錢供養，精神關懷更加重要。長者情緒安定，家宅地基先穩，全家人先有安穩福氣。講到健康，我再重申一次重點：火過旺，預防心臟病、高血壓、中風、眼疾、皮膚炎症、失眠、焦慮、水火相戰、婦科病、腎病、泌尿系統疾病、關節痛，生活作息作出調整，盡量夜晚11點前休息。11點至凌晨3點係水氣最旺嘅時段，一定要入睡補充身體水氣。飲食減少辛辣、收烤、油炸，多食用渾燥屬水性食物，海鮮、豆腐、新鮮蔬果，減少飲烈酒，酒精加重心火。堅持適量運動，游泳係最適合今年嘅運動。水氣能夠平衡燥火，舒緩壓力，但千祈唔好劇烈運動過度，避免誘發心血管毛病。如果長期情緒低落、失眠，唔好銀疾忌醫，及早尋求互助治療。心理狀態同肉身健康息息相關，好多觀眾會問有冇簡單易行嘅日常改運方法，普通人隨時可以執行。我整理幾個實用守則，大家日日堅持，慢慢調和自身五行，抵擋意年壓力。第一，修心，全年減少爭執，少背後議論他人，口出善言，減少是非，上由心生，運由心造，心靜自然火氣下降，煞氣難以近身。第二，多近水，周末都喺海邊、湖邊、河邊散步，家中客廳可以擺放循環流水擺件，活水潤局，平衡丙午旺火。但注意流水擺件唔好放床頭，擺放正北東南較為適合。第三，衣着配色調後，日常多選藍黑灰銀白等金水色，係適量綠色，減少全身大紅大橙等零色火性衣物。第四，斷捨離屋企的其清理雜物，雜物堆積即代表滯氣，滯氣會加重流年動動，屋企整潔通爽，財氣先能夠進入。第五，定期禮佛祈福，唔好臨急抱佛腳，平時心存善念，多做布施助人，積陰德係最強嘅護身符。我亦都要糾正坊間一個重大誤解，好多人睇到赤馬年就恐慌，以為注定大災難。其實丙丁歸暗記載嘅動亂，即係一部分史實，歷史上亦有好多丙午年屬於太平盛世。天運只係營造一個動盪多變嘅環境，唔係判決所有人嘅命運。九運開局，丙午年係舊秩序瓦解、新機遇誕生嘅轉折點。危同機永遠並存。所謂坎，對於固步自封、重情任性、急功近利嘅人，就係難跨嘅關；對於懂得收靜望、穩守財富、和睦家人、修身養性嘅人，呢一年只係一場磨練，跨過之後，未來20年九運格局之中，會迎來屬於自己嘅上升期。我講9成9人難跨過，背後嘅真相唔係上天不公，係9成普通人嘅通病。
過度探求，控制唔到情緒，忽視家人關係，輕視健康風險，盲目跟風投資，流年放大咗所有人嘅缺點，性格之中嘅弱點，遇到火氣衝撞就會演變成災禍。如果你唔願意改變，舊有惡習依舊我行我素，無論幾多風水吉祥物，幾多次攝太歲，都只係治標不治本。風水命理永遠係互助，內心嘅修持，日常嘅掘假，先係改運根本。好多人一路追隨我多年，知道我從來唔喜歡製造恐慌。我講所有警示，目的唔係令大家惶惶不可終日，而係提早醒覺，防患於未然。所謂預則立，不預則廢。今日你聽完呢番說話，及早調整自己嘅生活方式、理財策略、家庭相處模式，就等同於為自己同屋企人築起一道保護牆。唔好等到破財、爭執、病痛發生之後，先後悔當初冇聽勸告。而家距離2026丙午年，所有人都仲有時間準備。從今日開始，立下幾個約束自己嘅規矩。第一，任何重大投資重要計劃，三思而後行，唔好落重注。第二，控制情緒，唔好同至親講傷人說話。第三，規律作息，安排全家體檢命。第四，整理家居，清理雜物，維持正南正北方位乾淨。第五，守好錢銀，唔好隨意擔保借錢。第六，多陪伴屋企長者，維持家庭和睦。有一點我必須再三提醒大家，千祈唔好因為睇到呢篇文章，終日憂鬱驚慌。恐壞本身就屬火，你長期活在恐壞之中，等同不斷吸收火煞，只會加重自身運勢壓力。知危而不離先係最高境界。明白流年存在風險，積極做好防備，保持平常心，樂觀面對生活，唔好杞人憂天。風水學講人和勝天運，一家人同心同德，互相體靈，齊心守業，就算流年氣場冒險，亦能夠逢凶化吉。反觀一個家庭互相猜忌，斤斤計較，內鬥不斷，再好嘅流年都難以興旺。網上好多斷章取義嘅短文，只會一味渲染赤馬年大劫，卻唔教大家化解之道。今日我將底層邏輯、五行原理、風水佈局、生活守則完整同大家拆解，希望各位唔好淨係記住驚人標題，要吸收背後嘅生存智慧。命運從來唔係一張寫死嘅紙，氣場係客觀環境，掌舵嘅人永遠係你自己。2026丙午赤馬年係一場大考，考驗你嘅定力、金錢觀、情商、孝心同修養，能夠守得住本心，守得住財富，守得住家庭和睦，守得住身體健康，你就順利跨過呢道坎。反之，縱容惡妄、衝動行事、疏遠親人、透支健康，就容易過入困局。最後送大家一段我研習命理幾十年嘅心得作為結語：天道循環，盛極必衰，燥極衰潤。九運火氣來臨，所有人都要學識修剪野心，修剪脾氣，修剪無謂慾望，靜守當下啫。善待家人，積善修身，水火自可忌制，凶煞自可化解。願每一位聽眾都能夠提早佈局，平平安安跨過2026年呢個分水嶺，家宅安寧，身體康健，福澤文言。日後無論順境逆境，謹記家和萬事興，心靜慢阻消。